搖擺的信心，作者 I.P. 愛萬民靈修分享。西門彼得跟着耶穌，還有一個門徒跟着，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，他就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。彼得卻站在門外。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，和看門的侍女說了一聲，就領彼得進去。那看門的侍女對彼得說：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？他說：我不是。約翰福音18章15至17節。主耶穌被大祭司嘅府兵帶走。這個時候還在場嘅門徒，除咗猶大，淨有約翰同埋彼得。約翰與大祭司認識，不但跟着主耶穌進了大祭司嘅院子，還叫看門嘅侍女也讓彼得進院子。約翰嘅心係平穩嘅，大祭司認識佢，亦都應該知道佢與耶穌嘅關係，但係佢並沒有避嫌耶穌。約翰不但不避嫌主耶穌，也不避嫌彼得，特意讓看門嘅侍女把彼得也放進院子。不知道約翰向侍女具體說咗啲咩嘢，以致侍女讓彼得順利進院子。至少認識約翰嘅侍女知道咗，約翰也認識彼得，呢一位也是這人的門徒的彼得。約翰不擔心自己被當作同黨受牽連，佢自知係主最愛嘅門徒，佢領受咗耶穌嘅愛，住喺耶穌嘅愛裏邊。約翰嘅信心在那個時候係穩固嘅，而彼得當侍女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的時候，彼得馬上講我唔係。彼得嘅信心係點樣嘅呢？佢跟住被捕嘅耶穌進入咗大祭司嘅院子，要看這事到底怎樣。馬太福音26章58節。換句話說，佢同猶大有着類似嘅疑問：耶穌係唔係基督呢？帶住呢個心態，佢可以一邊烤火，一邊看住耶穌受審。佢要睇呢件事到底怎樣。彼得沒有自己嘅設定，佢持開放嘅態度。當被認出係耶穌嘅門徒嘅時候，彼得眼裏邊睇到被捕受審嘅耶穌，第一個感受到嘅係來自人嘅壓力。別人點樣睇佢呢？一個被大祭司捉到並審問嘅人，你係呢個人嘅門徒嗎？侍女簡單嘅問話帶俾彼得嘅壓力已經超過咗佢對耶穌嘅認可。如同約翰，彼得沒有人身危險，但係佢最顧念自己嘅名聲。彼得愛主，但係佢愛耶穌嘅心不如佢愛自己嘅心。佢要看呢件事到底怎樣，然後再做決定。侍女嘅問話，淨有後嚟嘅2次問話，都使到彼得必須喺自己同埋耶穌之間做出抉擇嘅靈魂嘅拷問嘅時刻。彼得3次都毫不猶豫咁樣選擇咗自己，但當雞一叫，主轉過身嚟看彼得。路加福音22章61節。一直冇機會確認耶穌到底係點樣嘅彼得，如雷轟頂。耶穌係主基督。彼得出去痛哭禱告，天父，求你赦免我時時唔信嘅罪，求你赦免我疑惑同埋冷漠嘅罪。耶穌係基督，係我嘅救贖主，係我嘅生命嘅救主。我願意摒棄一切嘅自我，一生信靠主耶穌，一生感謝讚美你。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
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